势摇过来以后，最好配合前景那人一走，明白了吧？保持表情这是重要，那就得往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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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这儿。但是我希望可以更好一点啊。像个小鹿子，那个拥抱就像男人的那个刺激感的那个拥抱。我还来这儿，我觉得创作氛围是非常好。咱俩玩两把，这丁壳弹脑门上，这丁哥，好，你输了，够了。有的时候可能表演也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。哎呀，拜拜。我在现场那个笑其实是一种捡乐，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让演员去放松。哎，有光，快！意识到自己想倒，前后不都一样吗？把我手抱在里面，哎，紧一点。1分钱都不给你，1分钱。下雨就要下到这个位置，知道吧？下到这个位置，哎，你快点把那个气拿过来，明白了。不明白啥意思？我就是一直在跟着演员的情绪，还有镜头的设计在走。我看你们哥仨这个表情头能不能都在一边？最难的是配合，这需要的是演员的表演跟机器的配合。男团的表情。哎，对，要这样感觉。嘿3、2、1，开始！再夸张点。